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今天代购的苏州特色美食啊。这个呢是都新年的汤团啊，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之前视频里面有分享过好几回了。现在这个都是呢手工的一个汤团，然后呢买回来之后我要给它放冰箱冷冻一下才发货啊。这个都是刚刚早上现包的，我排队买好的啊。然后这里面是杜山的卤菜啊，我一直在重复代购的。那么他家这个卤菜呢口感都蛮好的，应该是他们吃的都是一直都回购的啊，都是评价很好的。这里面你看有发票的啊，然后这个是酱鸭，半只的酱鸭，然后这个是素鸡，他家素鸡也很好吃的。然后呢，这里面每一份里面都有熏鱼哦，熏鱼每一个粉丝朋友都要买的熏鱼，全部都是真空装啊。然后焖肉酱肉，然后这边呢是苏州特产清新豆腐干都知道的，卤汁豆腐干今年口味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石菇片，然后这个是我推荐的散称的盐津珍珠梅，这个是苏州的杨梅干啊。然后这里面是采直栽的，采直栽的他家蜜饯也很多的，白糖杨梅，这里面是都市话梅，他家话梅也不错的，很好吃的采直栽的啊，就是老字号的啊。然后这个粉丝朋友还有一些要让我带一个正宗的无锡的清水油面筋。然后这个是矮脚青啊，这个矮脚青呢，我们苏州这边马上就要吃菜见了，你看这个矮脚青里面有一点点菜见出来了啊，所以呢要吃的就抓紧了。那这个已经看出来有点小花了啊，但是呢口感是一样的啊。马上苏州呢就是菜见了啊，还有一些那个虾仁在冰箱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这款虾仁呢，我之前有一期视频分享的，分享完了之后呢，他们就是粉丝朋友买了，现在是吃了觉得很好吃，那么就是一直在复购的这款虾仁啊。这个呢是 MyHug 的包子，MyHug 的包子呢就是他家的劲素包啊，也很好吃的啊，白皮劲素啊，很好吃的那个。就是素包子，应该是你们在外面吃不到的素包子的口感啊。然后这个是肉包，这里面带了几十个，还热着呢，看到吗？还有蒸汽呢。我等会给它凉一下，给它发快递。